揀咗蚊香盒，梗係要揀埋蚊香啦。我哋而家主要賣緊兩個牌子嘅蚊香，呢款細盒裝嘅呢，主要賣有香味嘅蚊香，呢個係玫瑰、天牛巴同埋青蘋果，燒出嚟呢，有一陣陣嘅香味，好香啊！另一款就係日本國民品牌金鳥，因為佢有100年嘅歷史，日本自設廠房，採用100% 天然原材料製造。小提醒：如果係屋企有養貓貓嘅朋友就唔好點啦。更多嘅資料可以睇翻我哋之前嘅 post。呢一款呢，就係迷你裝嘅 size， 就可以放我哋之前介紹嘅蚊香盒入邊。個係罐裝，入邊一盒有20個圈，呢度有個防火嘅面，你點個蚊香擺上去就可以㗎啦。另外一款紙盒裝就經濟實惠，放落蚊香盒就啱晒啦。白色呢個呢，係森林味，即係咩味？喺啲草邊啊、樹底下面聞到嘅味道咯。呢一款係玫瑰味，好香㗎。一盒入邊有30個圈，總共可以點到90個鐘，你想點都得啦。另外仲有呢個普通尺寸款，佢一個圈可以燒到7個鐘，用喺呢個大嘅蚊香盒就啱啱好啦。而家買大嘅蚊香盒就會送一盒10個圈嘅金鳥蚊香俾你㗎。呢款盒裝森林味得返最後5盒，大家要買就快啲啦。仲有一件好重要嘅事唔記得咗講，大家打開嘅時候咁樣係一片蚊香，跟住之後要分開，咁樣係2個圈，記住分開嚟用啊。